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超人出车啊！乐乐哪画图哪注意时间，伊看到时针行到5，随甲画笔放咧，冲来到电视机头前，滑头向灶骹大声喊讲：“阿母，时间到啊，我要看电视啊！”好，乐乐，爱记得甲电视保持适当的距离哦。无问题。阿母一个稳准，乐乐随开电视，转到网牙频道，目睭剃甲大大蕊，满心期待讲：“哈，拄好开始。”乐乐正要超级VR星人接触网牙，局内底为 VR 星来的超人东可，甲人类斗对抗入侵地球的妖怪。东可打败妖怪的绝招有暴风拳、四纳塔等等。乐乐逐摆拢是哪看网牙哪拍拳踢脚，模仿这的绝招。乐乐除了准时收看，阁会找机会去看电报，看搁较侪解嘛袂先。哇，暴风拳有够厉害！嘿，东科说你，卡只后果有一只妖怪，竟用四纳塔！耶耶耶！甲所有妖怪拍倒啊！幼稚园下课的时阵，乐乐甲好朋友耍。乐乐自称是超级VR星人，爱其他人做入侵地球的妖怪，耍超人救地球的游戏。咱来耍超人游戏，我先做超人东科，恁做妖怪，等下才搁交换甲小。好。乐乐模仿东可的绝招暴风拳加四纳塔攻击妖怪，深深提醒乐乐。乐乐，你唔通想出来，爱说你莫害人着伤。袂啦，安尼才好耍啊！是讲乐乐耍甲真投入，无好好控制气力，几若摆拢害大家足疼足无爽快。看我的绝招，嘿，哈！哎呦，足疼诶！乐乐，我讲的话你拢无咧听，哼，我无爱耍啊！哦，乐乐，你安尼，我嘛无想要甲你耍啊。琪琪嘛对乐乐害头缀咧走啊，敢若剩乐乐甲空空踮伫原地。乐乐看心心甲琪琪的背影，真失望，讲：啊，遮尔好耍的游戏，伊哪会无爱耍啊？煞去，空空，咱两个继续耍。哦，好。乐乐甲空空继续耍，乐乐变出四纳塔，结果空空去互乐乐踢一个徛无在，滑倒伫涂骹，手底仔切破皮，流足济血。足疼诶！空空，是嘞啦！空空坐伫涂骹，疼甲哭出来。乐乐随哭伫伊边仔，满面惊吓，一直讲失礼。心心甲琪琪听到哭声走来问讲：“空空，你有要紧无？我的手足疼诶！啊，空空的手着伤啊！我去找老师过来。乐乐真烦恼，看老师甲空空的空喙包起来，感觉足亏欠。空空，我毋是挑过伊的，真正就是咧。食点心的时阵，空空无法度甲餐具摕好势，乐乐随碗起倒三工，一喙一喙饲伊食物件。空空，我来倒三工，来，喙开开，啊！哦，空空感觉脚趾偏上上，乐乐赶紧问是倒位会上，要甲白上。咦，空空，你哪一直扭来扭去？因为我的脚趾偏上上。无问题，我来甲你爬上。敢是这？伊也是这？多谢乐乐。放学的时，
露露搁甲康康斗穿鞋仔，陪伊做伙行转去厝里。心心甲琪琪看到露露真心诚意甲康康斗相共，决定无搁要甲露露计较，愿意甲伊做伙耍。露露足欢喜，伫心内提醒家己，耍的时阵爱细腻，日头爱控制好好，莫搁害好朋友受伤啊。